Oxford 嘅物業咧一路都唔係咁容易入手嘅，因為佢嘅供應相對比較緊張啲，尤其是係新樓選擇並唔係好多，所以一有新一期或者新盤推出嘅話，尤其係有一個整體嘅規劃嘅新區咧，就更加值得買家去留意啦。今次咧就想同大家睇下 Canalside Quarter 個位置就喺 Oxford North 呢度嘅。呢一個唔係單一嘅住宅項目，而係 Oxford 一個逐步發展緊嘅新區，綜合咗住宅、綠化空間同埋生活嘅日常配套。呢個唔係喺短期入邊推出嘅單一樓盤，而係喺 Oxford 未來發展入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呢個位置其實都幾有意思嘅，因為佢唔係喺 Oxford 嘅市中心，但係正因為係咁咧，反而有佢嘅優勢喎。Oxford 嘅市中心嘅新盤供應量好有限，相對價錢亦都比較高啲，單位嘅空間可能都會比較緊湊少少。相比之下咧 ，Canalside Quarter 呢個新樓咧就有更加實用嘅空間啦，仲有好開揚嘅生活環境。同時咧，如果你踩單車去 Oxford 嘅市中心咧，14分鐘嘅啫，即係話你可以仍然同時享用到 Oxford 嘅教育、生活同埋城市資源，喺生活上邊咧會更加舒服。Oxford 其實一路都有好穩定嘅需求嘅，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教育啦。每年都有好多嚟自英國其他嘅地方同埋世界各地嘅學生嚟到 Oxford， 而且有唔少人畢業之後咧會選擇留翻喺 Oxford 發展嘅，所以咧呢度嘅租務需求唔淨係學生嘅市場，仲有學術人才啦、專業人士啦，同埋喺當地嘅長期住戶嘅。對一啲考慮長線持有嘅買家嚟講咧，呢一點係相當重要噶，因為需求係由 Oxford 呢個城市嘅本身支撐住，而並唔係一個短期嘅市場氣氛。Canalside Quarter 嘅今期包括咗 The Pearson 同埋 The Ramsay， 有1房、2房同埋3房，選擇相對比較全面。1房就適合一啲自住或者出租嘅買家啦，而2房同埋3房咧就適合家庭或者係父母為子女安排住宿，或者需要一啲多啲空間嘅買家。喺 Oxford 呢類型嘅市場，唔同類型嘅買家嘅需求量都會重疊，所以呢一個組合咧相對會比較有彈性。而喺單位設計方面咧，最重要就係空間感。喺呢度嘅間隔會比較開揚，客廳同埋飯廳嘅空間感都好充足，唔似一般嘅新樓有一種壓縮感。日常可以用嚟做嘢、休息同埋招呼朋友，同埋作為日常嘅家庭生活空間咧，都相對容易比較安排。喺配套方面咧，有現代新盤應有嘅質素，包括廚房電器啦、全屋嘅地暖、簡單嘅室內設計，唔需要太浮誇。最重要咧就係住得舒服。另外一個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整體嘅環境。個盤咧係喺 Canalside Park 同埋 Neighbourhood Square 嘅隔離，所以唔會有市中心嗰個高密度嘅壓迫感。整體嘅空間咧好開揚，綠化嘅比例亦都比較高啲，生活嘅節奏當然就會相對舒服啲啦。對於一啲買家嚟講咧，其實呢種平衡都幾重要，因為你仍然好近 Oxford 嘅市中心，但係居住嘅環境可能就會更加輕鬆。呢類型嘅項目咧，通常會適合幾類型嘅買家嘅，就好似父母為子女讀書預先安排好住宿啦，又或者係想 Oxford 附近置業，但係同時又偏好新樓啦，同埋想有好嘅居住質素嘅買家。同時咧，對投資者嚟講，喺 Oxford 長期持有教育同埋專業人士嘅支撐，所以佢嘅租務市場咧都比較穩定。對唔少買家嚟講咧，重點係長線嘅需求。Oxford 持續吸引學生、學業人才同埋專業人士，所以佢嘅整體買賣同埋租務市場咧，其實都好穩定。如果你係考慮緊喺 Oxford 置業嘅話咧 ，Canalside Quarter 係一個值得納入你考慮嘅新盤。如果你想了解最新單位價錢同埋有邊一類型嘅單位會比較適合你嘅話咧，隨時同我哋 Pitchfork Property 聯絡。